下来继续汉光42号的演习，来看海军甲海巡伫个东部海峡联合反封锁，护航着载运重要物资的商船顺利进入港口。海上的军队气势壮阔。 海巡台中舰领队和北里舰，甲海军5港舰、安港舰做伙护航，由玉山军舰无记载重要物资的商船成功进入港口。南载无人机也出动，台湾东部外海海军海上的卫兵现岗来看深夜平湖。挑战官兵坐海洋艇甲成功艇，那海上的机动，水底也有侦察小组执行渗透。 青总比伫黑暗的深夜暂行电话，要侵入目标区，整肃敌情，引导回力。台北市街路伫早起2点，也听到几声枪声，分百架车甲官兵实施空包弹射击。因为汉光演习进入抢侵防御甲持股作战的阶段，现时部伫早起前往连接绑架甲新北绑架光复桥实施防桥的演练。 严正首都的重要连外道路，克服敌军威胁时的阻绝甲守备能力。这边陆军和特部的特战官兵组成的突击区队，也前往战术位置，用班用机枪暗速步枪，无机对敌军连续突击。早起的乌鹰直升机对台北前往投降，陆海空军全部出动，展现国军坚强的实力。